根據內政部上新的統計，今年第一季全國敢若帶老人的主體數量超過92萬戶，其中老人獨居就超過71萬戶咯。衛福部表示，講這老大人獨居，若陣身體虛弱等狀況，需要別人協助，會當申請長照評估抑擱服務。75歲楊女士一個人住佇台北市東區某一個公寓大樓，伊逐工早起去運動，下晡甲朋友上路練課程，生活真充實。雖然佇台中有家庭的後生，捌問伊是毋是搬去台中做伙住，毋過伊也是決定，家己一個人佇台北生活較自在。台北還有好多好朋友，對，台中比較都是親戚啦，可其實大家都有工作啊，都各做各的事情啊。包含家有漏水。幫家的換燈管都會請我們理辦來協助，所以專門我一定會協助。那有些住在公寓的，他沒有辦法下樓，那還會通知我們辦公室，我們會幫他去拿藥。像楊女士這種獨居老人袂少，根據內政部上新的統計，今年第一季全國敢若老人佇住的主體數量挖近92.34萬間，從統計以來新高。其中雙北市、高雄市敢若老人住的主體就突破10萬間，三大都會區合算老人佇住的主體超過42萬間，佔全國比例差不多4%。進一步分析發現，敢若2個老人佇住的主體有19萬外，敢若1個老人佇住的主體，原來頭一屆突破70萬間，達到71.36萬間。很多的獨居老人可能也都很健康，可是他一旦一個跌倒，可能這樣一個跌倒或一個疾病的轉換，會造成有臨時性的一些身體的變化的時候，如果沒有建構一個安全的求助系統的話，那就很容易比較會造成後端比較嚴重的遺憾。衛福部講，台灣已經進入超高齡社會，65歲以上獨居長輩，若是有身體虛弱等需要協助的狀況，都會當申請長照評估加服務。獨居長者如果是經過我們評估符合適能等級2到8級的話，那他就可以使用我們的長照及支付服務。那這些服務就會包含了照護及專業服務、交通接送、輔具及無障礙環境改善，還有喘息服務。民間團體分析，個人獨居主體持續增加，甲民情觀念轉變有關係。大部分的長者選擇無要甲子女做伙住，嘛較愛佇厝的養老。呼籲政府推出孤獨出風簽計劃，招中高齡的人做志工，打造社會互助生活定期訪查，也會當避免或者獨居的長輩變做詐騙集團的目標。記者採訪報道。